大家好，我是郭本，欢迎收看福气类的。人家讲台湾人一生年会爬一座山，是哪个山呢？是玉山。我们高平地区的朋友会爬哪个山呢？就是我们北太武山，就是太武山啦。讲到太武山，佢唔单止係我們屏東縣最高的一座山，佢也深度發通同我們太武山有關係哦。今日我同大家介紹一個很有意義的發通，對民國87年開始攀到今家已經22年了。係哪個發通呢？就是太武山10年里。今日請歡喜有請到太武山10年里的羅坤部之一鄭昭雄鄭太哥來到現場，我同大家來介紹太武山10年里同佢地位的故事哦。我哋接下來歡迎鄭太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屏東綠隊嘅校隊女僕嘅，佢高興來個節目，同大家人講一下10年里嘅發通嘅意義。鄭太哥，我同認識到一下，伊也請教嘅呢，吼，對以前參加過10年里ที่14屆開始都點樣？係啊，好研究嘅時間呢。鄭太哥平常唔單止係我哋10年里嘅羅坤部，我記得鄭太哥平常時也係從事其他老師嘅工作嘛，錯冇？錯，我主要喺屏東嘅沙溪大學教生態環境以外，我係喺屏北高中國立屏北高中，也主要教原住民專班有關原住民同一個環境之間嘅關係嘅課程。哇，鄭太哥請莫還有時間來到我哋影片，實在請感謝鄭太哥。鄭太哥在介紹我哋10年里之前啊，可以麻煩同大家介紹一下屏東嘅太武山好冇？同大家已經了解太武山。確實屏東一個太武山對高雄屏東人嚟講，非常嘅重要因為我哋台灣大部分嘅台風都對太平洋影響嘅。那因為而家南部咧係超過差唔多3,100公尺嘅一個國土，所以說對太平洋影響來嘅台風，其實如果本一個太武山當多，對高雄屏東嘅災害嚟講，相對嚟講減少。另外呢，屏東高雄佢仲有地下水嘅來源，然後可以依靠入嘅太武山。因為平常人上嘅時候，就算冇落雨，太武山嘅水每日見跌下來。所以如果透過嗰度層層嘅過濾，變成我哋南部輕重要嘅地下水嘅來源。係啊，佢對我哋體理方來講，其實輕重要；生態方還有輕重要嘅地方，錯冇？係啊，目前來講太武山嘅整個嘅周邊有添入咗很多大武山自然保留區，也係用台灣用文資法來設定嘅保留區。一個保留區其實很重要因為除了保護一個野生動植物以外，其實對水源嘅保護也係一個主要愛 focus 嘅一個東西。另外呢，一啲俾野生動物嗰度國外嘅專家嚟台灣做過調查以後，相信他哋提供，台灣過去有一種動物叫做雲豹，與台灣雲豹。我說一個動物經過安尼嘅環境嘅轉變以外，喺度國外嘅專家認為講，台灣目前家陣係有雲豹嘛，太武山係此可能再發現嘅地方。人哋也希望講，真是喺佢邊方人哋尋唔到，唔係佢冇。係啊，因為一所有嘅物種對台灣嚟講係一個損失啦。係啊，佢也都真是輕重要一個環境嘅。除了安尼體理方、生態方之外，我哋第一講太武山喺我哋屏東縣有很多族群嘅輕重要，像我哋原住民有魯凱同排灣，對佢哋嚟講太武山輕重要嘛。還有其他族群對太武山嚟講也輕重要嘅錯。尤其喺太武山而且高雄、屏東、台東。三個縣市喺交接嘅地方，所以整個影響一個族群嘅發展其實有生態嘅影響。比如講台東嚟講，而係一啲卑南族，其實而對一個太武山嘅發展嚟講，其實而係一個重要嘅點。所以除了魯凱族、排灣族以外，我哋講屏東也好，我哋講啲高雄嘛有一啲族群。另外呢，
推动嘛，用我哋讲嘅東台灣、東魯凱嚇。嗰所整個嘅發展對於一個人文嘅發展嚟講，其實影響前大。另外你講，因為過去喺度我哋講嘅高沙族原住民，伊都冇文字嘅記錄。嗰所一個太武山對開始有記錄嘅時間，係差唔多對於日本時代開始。沒錯。其實係日本人寫嘅。但是重要一點嚟講，過去我哋六對客家嘅作家。鍾理和先生，以前民國25年嘅時候寫過《登大武山遊記》，我點解有講過？也有可以講係太武山有史以來去做我哋台灣人寫嘅一啲記錄太武山嘅一啲資料。我說相信是這樣，對我哋客家人嚟講，咪係輕重要一啲我哋講嘅記錄啦。一個部分一出我哋希望講透過我哋嘅記錄，對我哋一個南部族群的影響，在日本他個人。反正佢太武山一踏入果品地區，有冇前10號嘅時候都看得到太武山。有啲高速公路可以看到。係啊，嗰時候你擺看到佢嘅時候，都感覺人哋跪到路卡。對於人哋果品地區嘅人嚟講，哇，記錄係人哋一種精神嘅嚮往、精神嘅指標，錯冇？錯啦，因為野草山我哋嚟講，他個人會上去北玉山，但是有個困難度嚟講，對於一般的北山人嚟講，其實人個人過一個玉山，因為伊真係講冇行，講冇白，因為伊講冇你講人工嘅設施，睇幫到自然嘅環境。嗰所講嗰樣屏東嘅人，世界埋因為講一生人有100個一拜太武山，都係個驕傲嘅事情。對於人哋果品地區嚟講，一定係安尼。唔過太武山對果品地區嘅人嚟講係最重要嘅。嗰時候，人會選太武山10年里，人會選太武山來做一個精神指標，錯嘛？唔過怎麼嘅會成立一個太武山10年里咧？也有一啲故事嚇。因為過去我哋喺做一個果品地區嘅老照片嘅整理時，我哋看到一種老照片。如果見到當年嘅畫面上看到一種老照片。後背嘅海報當過一種嘅相片咧。錯。一種照片係一啲日本嘅高中一團當時嘅按照黃明農業學校嘅學生咧嚟講山上日頭出來嘅紀念山按照太武山。而講他個人喺讀書嘅期間，希望帶他個人上去一個山頭。好，嗰就對一就老照片嚟講，我哋都想到講當時日本時代其實一個學生咧，如果有人嚟向往講我去太武山，但是後來日本戰敗，一個學生咧也從來冇去過嘅。但是對我哋其他人嚟講，我哋認為講，我哋係咪可以潛過去，過去我哋愛去太武山，去認識去搞阿美嘅一種心態。嗰時候我哋對佢開始都來攀入個太武山10年里。因為太武山10年里喺我哋嗰邊啲其他人嚟講，第一本我哋嘅土地，本我哋嘅水，嗰種我哋適合嘅冷水成長嘅一啲個重要嘅一啲山，嗰種我哋會用人嘅方式嚟攀入個太武山10年嘅發通。因為即係有個發通本大家來認識，尤其係我哋後生人嘛，萬世讀書，讀書以後可能都冇睇屏東嘅，都出去攞杯，去台灣有機會可以。即係一個發通來認識人哋即個土地啦，即個文化都經過一個發通嘛。唔過，人哋講太武山10年里嘅發通，佢唔單止係一個北山嘅發通哦，佢係一個環境教育嘛。一個環境教育嘅宗旨，像曾太哥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嘛。好，確實太武山10年里可能嗰陣行得到太武山都因為講佢係北山事實上而唔係因為我哋攀嚟20年。我哋個重要呢個一地方要改強嘅環境教育，除了對一個人文生態以外，還有自然環境，還有整個嘅屏東高雄南部地區嘅環境嘅關懷。另外都講當然運動，我哋講嘅登山倫理、北山嘅倫理，一個部分咪係傾嘅咧，整個嘅一個10年里地方，比如講我哋喺北山一樣去重視無痕山林，呢個唔係對一個山有特大影響，嗰種一地方課程地方千重要呢個環境教育嘅部分，嗰種睇緊業務因為講北太武山如果純粹去北山，其實係要改強嘅環境教育嘅地方，因為嗰難得整個嘅台灣一啲環境教育嘅一啲發通，
一個部分其實係能講伊個驕傲嘅一個地方啊。係啊，本大家第一講，因為更加人哋後生人第一講，可能網絡已經很發達，所以大家習慣性用人哋自家用滑手機啦，用電腦，其實人哋嘅生活已經夠物化嘅。因為借由一個發通可以本大家脫離一下人哋現代化嘅生活，本大家去反思講對土地嘅關懷，錯嗎？係，人哋看到吼，有啲後生朋友吼，他哋會想講，從來冇去爬過3000公尺以上嘅山。那麼對於嚟講，可能係一個重要嘅一個考驗。那嘛，幾多年我因為安尼會放棄，因為佢前面嘅訓練地位亦都會降到嘅。吼，一個整個環境嗰地位，我哋要我本睇緊要前面幾多嘅準備。然後要安尼資格上山，因為太陽山我哋講嘅登山倫理地位，而且一啲唔係睇緊要可以去嘅山。我說我哋有啲限制嘅人數，因為伊個自然保留區嘛有人數嘅限制。好，我說我哋會經過一個訓練過以後，前面當然有甄選過以後訓練以後我哋有兩個階段。錯，嗰一個學生一定會想辦法讓個本質嘅有安尼機會。當然我哋咪有安尼義務講本一啲後生嘅有安尼機會上去山吼。嗰時有前面我有經過嗰度嘅訓練，我哋講嘛算嗰無情啊，如果冇好土本按多年去，一下100人嘅人我淘汰到後背當搶技術嘅安尼。錯，嗰時變成一度去參加，會變成啲驕傲。如果伊可以唔係講我哋冇伴其他人去，如果一度可以上去嘅人係代表一度冇好都上去嘅人，去完成一個最重要嘅一啲發通啊。嗰時前面會經過幾多嘅訓練，包括我哋去做幹部嘅人，然後有幾多幾強嘅一啲訓練，然後又發到去帶領一啲我哋講後生朋友上去一個山頭。哇，觀眾朋友，10年裡實在冇簡單咧，唔單止去爬一座山，有一本大家第一講人哋土地有乜嘅文化，有乜嘅生態哦。其他訓練到底有乜嘅內容咧？人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哦。上一套我哋講到太湖山10年裡係一個很有意義嘅活動，一本大家嚟認識講我哋屏東地區、我哋高屏地區到底有乜嘅生態、有乜嘅文化。佢還有訓練呢？那訓練嘅內容係乜嘅呢？我哋繼續嚟請教曾大哥咯。曾大哥，頭頭有講到嘅訓練，訓練到底有分乜嘅內容呢？好，其實20年來我哋每日會以某樣嘅主題嚟本一個參加嘅學生咧不一樣的體驗。第一，人哋有去過海邊嘛，有去過河壩嘅，又有去過乜嘅山島嘅地方，甚至於講人哋有去過其他嘅地方，新竹沙崙地方也有。錯，其實我哋對一個訓練其實都已經變成環境教育嘅啲教材。如果我哋有去行過一個阿朗伊古道，去行過一個你講二峰圳，我哋講歷史建築，歷史建物。另外我哋還有幫助沙崙做嗰度沙崙可能冇都一下有很多人力去做一啲工作。另外呢，七日咁同嗰啲咁同我都講，我哋其實800歲在今年。我哋今年呢，我哋陸續到高書，入咗一度一個我哋講嘅災區做重建嘅工作。同佢哋聽數嚟復原佢哋嘅家園。錯，比如講一定要公共嘅環境，我哋嗰啲人聽數去做整理。本一就參加學生嘅地方，人係睇自然嘅力量去安排，睇下你唔好忽視講睇自然對整個環境有啲影響。嗰時候本睇下人成樣嘅概念啦。另外我哋前面有一條紀念我哋個重視一個海洋嘅部分。嗰時候我哋又去直接去海上後海邊去港口嚟開入嘅部分。我哋另外有一人佢有創意，我哋整個嘅訓練體階段，我哋團隊辦好多小琉球去。辦好多小琉球。坐船啊過去，錯嘛？坐船啊過去，包規則船啊過去嚇。一般睇下人講一個全台灣佢難得有安尼幾個島係珊瑚礁島。一般睇下人講一個小琉球同屏東嘅關係，仲有條海洋嘅關係。
另外一条quite特殊的我哋讲信仰文化，也部分讲后来點解睇緊佢宗師嘅法通，我說我哋緬人咧訓練法通都冇一模一樣。係啊，我記得還有一擺喺人哋體計團嗰個訓練，喺度海巡啊，從大家半夜嘅哦，都包講了大家行嘅海巡，請大家去驗嘅體質，啊。行到一半咧，嘅出海口嗰邊嚟做垃圾分類分，搞大家認識講，人哋自家更加環境污染有嚴重嘅，錯冇？錯，因為創業嘅部分他講你講咧參加有個啲嘅，嗰做台灣政府也講，要減少一個垃圾的一個使用，大部分人都唔知，因為垃圾幾多幾批，幾有可能會走海洋去，啊，本一度一度。海洋嘅通過濕度以後，我哋要擠水入到嘅，可能最後入到塑膠類嘅東西，要走我哋人嘅身體度。我說請乜人也見人，我哋佢重視荷包嘅同一個海洋嘅生態，因為而同一個森林係啲幾強嘅連接啦。比如講啲山康來嘅水，經過一條河壩，之後流到海洋睇海去。我說一個整個連接對整個土地嘅資源嚟講，係啲佢重要嘅啲我哋講嘅啲生態系。也係一個重要嘅循環路數。人喺地盤嘛，冇可能冇跳脫緊嘅一個循環之外嘅獨立生活。係啊，另外我哋會幫助沙期去做沙期上去做嘅事情。我哋每有一年大學生去到屏東少數民族，都講民國50年左右對於滇緬美食的嘅地方離港嘅片對，一旦搬到台灣，有一部分係佢我哋離港嘅土庫，佢嘅落地生根嘅，我哋都提前聽說恢復一定過去來離港一個地方，佢先用去打拼建立一個嘅家園嘅啲我哋講嘅啲歷史回顧用嘅。我想我哋當時嘅也有看到人來台灣迄啲。一個幾多元族群的一啲地方，也本身人哋講，原來屏東都有佢做都有安尼族群的文化。係啊，真那個其實人哋10年嚟訓練清楚了，講本大家來認識人哋文化、人哋生態到底有乜嘅嘛。啊，唔過除了安尼之外，因為水面行去白沙嘛，係啊，人哋也係重要嘅，今日安用嘅白沙有可能全部大家都冇上過爬過泰山的呀，係唔係人哋天意計團嘅時節，會幫佢哋一個訓練啊？錯，天意計團訓練嘅時候，叫我個人講咧，個辛苦，因為我哋會實際前一粒山，來訓練他㗎。那一整個過程也係2天1夜，所有嘅識嘅東西，我用嘅東西，咪係有啲學生朋友出個吧，全部連幹部、公眾人員也要出個吧，全部都出個帶上去。佢當講可能有水，也係基本條件以外，其他乜嘅都冇。有啲學生朋友去模擬講，將來上太湖山嘅時候，都係咁嘅狀況。哎呀，地方有個度可能講，比如講，我用去白山，因為學生朋友從來冇爬過山。爬到按從嘅背包，唔用爬山。比如講，爬山地方有可能會出爽。還是講唔喺上架，唔喺下架，我用嚟去行。係用嚟行個省力，按嚟講唔會輸送。錯，將危帶嗰一部分都講，比如講而家有一粒石頭對神空灌下落嘅時節，咁唔企帶下揾人，唔看到人哋狀況，唔能用去散，避免出個會輸送。另外都講落雨嘅，咁唔多得下去白山喎。係你講唔把安全嘅背包，地本有東西多得係用嚟用。我用嘅真理，咱可以食嗰度東西。又可以過生日。另外佢重要係到13床啦。我用嘅嚟煮，當個冇偏檔，係唔到嘅外送喎。係啊，我用嚟煮，佢雅士路唔係從路口嘅雅士路啊。係點嘅路錯嘅。我哋一般去到高山咧，佢用嘅東西，出過從路口用嘅廚房用嘅東西，完全冇一樣。另外，啱布頭去水木，去水奶咯。嗰時候一整個佢嘅我哋講嘅訓練地方，如果訓練，如果必得呢個考場。我印象中佢重要我哋語言係提示講，比如講行去山上行到一半嘅時間，用去直坡路數，比如講行唔到嘅，用去其他嘅地方馬上去執人，
马上爱高压，我本他个人要用伊做来说，那个部分系印象佢深刻。有就好想嘅嘢，因为安尼，都提讲，人喺拜山，当然他个人喺讲，伊挺好嘅，8个多乃是的高压，绝对冇问题。问题係讲中間可能嗰度臨時嘅狀況，臨時嘅狀況出現嘅時候，唔容易處理。嗰時候我同佢講，成人係一啲個重要嘅教育，因為一個部分可能學校係教唔到。係啊，訓練佢哋自家用嘅獨立來生活啊，處理自家嘅事情啊，可以去計劃，用嘅下一步用嘅做進行。嗰時候我哋其實訓練地位，我看到我哋會一路講，我看好上係，到底唔要準備冇，交代嘅事項唔要去做冇。你講前面那個重要嘅，你出個前體力訓練嘅，咁我寫冇嘢寫咧，安尼把按從起碼10個公斤上去，佢唔係講拔1-2分鐘嘅，佢可能拔1下點鐘。嗰時候有個體力我哋咪可以看到講，同講嘅，如果見到好上嘅，佢自我，同講嘅。要做冇，你冇做，可能體力都係最大的考驗，咪係本這個冇做上嘢嘅最重要嘅東西。真係講，你參加過按度幾嘅啦？有看過睇訓練時節個本印象個深嘅學生嘅冇？當然有啦，有沒有一天而已？如果我能講，抱着必死的決心，一定要上嘢，但是有安尼嘅人，可能往可能都冇做上嘢。另外，如講有沒有人因為講我都冇做上嘢，冇可能冇做上，因為有可能上個矮矮嘅、細細嘅，我要把安重嘅背包，因為講這個冇可能。但是因為經過他個人向下一段時間嘅鼓勵，係向下訓練，他個人有感情，另外他個人會互相鼓勵，變成有可能變成可以上嘢嘅代表職業。也都明年我哋看到會有安尼嘅情況。那另外。又喺鼓勵我哋學生朋友啦，冇人講今日一班嚟參加，冇到上去，冇到上去加安樣嘅咯。我哋看到好多人我哋參加200、300，能先動嘅呢。係啊，我面到有一次有讀到嘅參加過300嘅，T300還有T400，能可以上山嘅學生朋友。嗰時又喺鼓勵學生朋友，其實我係有萬一讀到安尼失敗冇人講今日一成年都失敗嘅，也冇安尼。嗰時候我哋有時你講又係佢殘酷，但是對我哋講有冇合到，因為我哋冇提定講，有段時間可能拄好，太好神啱未，因為講唔適合，還冇準備好，還冇準備好。嗰時候有段後生講，唔係講唔來都來，嗰時又係講我哋冇對於嗰度嘅考驗，讓我哋又講係太好神啱未，都有一啲考驗。嗰時候嗰度朋友後嚟就會來T200、T300。甚至於講變做工作人員安尼。係啊，我哋咩要安尼？唔係講跟T100冇來，T100都唔識來，也唔係。我唔係講T100冇來，可能T100都冇安尼記嘅。我哋相對的，因為時代嘅走，我哋嘛啲總有個一個情人嚟，會多見間書到嗰度後生朋友嘅喜歡嗬。如果我哋一啲喺設計嘅嗰度，你講必定相同來。完成一件事情嘅發通。嗰時候我哋講天意集團咧部分有個部分個重要講，有個團隊唔係講2等人拍散，係他個人向下拍散嘅，唔能用一團一個他個人向下拍散一件事情，變成一個，唔係講一堆10人都10人，係變成1堆人上山嘅一啲我哋講嘅考驗啊。真係個頭都講到嘅訓練啊，又講到人家學生嘅自家來嘛，我有讀到過。嗰種學生嘅係爸爸媽媽同佢報名來嘅呢，係啊，佢報名來到鴉片，佢可能T100都貴嘅，唔好曬來參加嘅。有嘅人T100來參加，佢講下一次佢唔會來，結果後尾佢年年都來變做幹部咧。錯，一個情形又係因為我哋講可能家長因為講一個發通，要做乜嘅唔用唔來參加咯，見鼓勵佢哋學生嚟參加，但是大家唔係係家長要填。頭都報名，一來以後發現到講，其實亦係可以融入一個團體，對這個咪係啲考驗，嗰時候如果嚟後輩，如果嚟支持就加入嘅。因我讀到我有問佢而家學生咧講我上一來其實最頭下唔上一來，因為冇乜嘅好教嘅，結果來認識陌生嘅朋友，認識陌生嘅發通有想法，佢都感覺有一千好教，佢會來，後輩佢都感覺。
也要参加也真有意义。啊，规矩爸爸妈妈又感觉有变化咧。係啊，即叫做講學生係有即個發現到個，而家有好多東西。啊，家長又因為佢想講，很奇怪咯，用於參加伊啲發動鼓勵都變嚟啲太年用嘅。話你講個18歲成年禮，嗰種真是由於變成一啲太年，鼓勵比感覺到講，冇用嘅。去搞嘅青年嘅咧，嗰時候遇到因為講，我鼓勵去搞嘅學生也好，有冇去搞嘅一度青年也好來參加嘅活動。哇，一個成年嘅活動真是有意義呢。不過，將參加200活動，真是會變做無共用嗎？應該冇咁簡單。等下可能繼續請鄭大哥來介紹正式上山到底還有乜嘅神奇嘅內容吧。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經過200訓練，而家呢，我哋正式去嚟爬太武山嚟哦。不過，睇爬太武山到底還有乜嘅要注意呢？陳大哥，同大家介紹我哋訓練起嚟太武山成年禮最尾正式上山去做乜嘅吧？好，一個部分嗬，我哋考慮到講，大家後生朋友都冇嚟爬過山。嗰時候我哋喺上山嘅前一夜，我要準備很多裝備檢查。哦，我記得。所有爬山嘅東西唔會帶來，經過一個幹部檢查。另外，那是上船。3日，還用個薄薄白白，用個帳篷睡袋啊的，全部都要搞到人家舒服。你用去打包，用個人個帳篷背包底背，然後去爬上去。即一個重量來講，一般我哋細模嘅差唔多15公斤左右。最少15公斤。細咧差唔多18公斤。係嗰時候，亦係人哋講體重特強嘅朋友嗬，可能。之前嘅訓練嗬，每年都一樣啊嗬，可能可以強嘅有嘅負重嘅訓練，個重要我都講，上山，我哋嗬，我教嘅學生係呢個重要係環境教育嘛，我說你去做一粒山嗬，唔可以用嘅態度，用嘅心情去面對呢個山嗬，嗰時候我哋我有一啲入山儀式，日日我哋班人呢些人哋話，我哋學生係先期待嘅部分，去上山，唔好用去對一個山嘅尊敬，另外，安布頭，今日冇火冇天，嗰時候呢，安布頭嗰多嘅時間呢，睇下人用嚟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比如講用嚟去做嚟食，喺山上同平天用嚟去做完全冇一樣。真是的，佢風又清泰又清寒年。清寒年，係。另外都講，安布頭我哋有嗰度嘅教育課程，又會請當地，或者講對一個方面嘅專家，然睇下人講。對一個山林嘅一啲盡興，或者講一個山林嘅一啲故事。天一日，佢重要係我哋去上去，我哋成人嘅期盼咧，最主要嘅地方係個大湖池，高度差唔多3000人公尺。那我哋唔會爬到三角點，而係我哋過去嘅傳統。而邊我哋因為講爬山做乜嘅一定要爬到三角點。係嘛？有一本睇嘅人有啲觀念講，其實。唔企喺個過程裏邊，你要看到某個東西，你要學到某個東西，其實係個重要嘅。喺山上我哋會攀一啲很多我哋講嘅山神市民，如果一個一啲活動，也係所有嘅後生朋友都見緊。他個人一直因為講，他個人會見傳啊講，嗰不可思議嘅一啲過程，因為有地方有啲山神會本一啲名嘅，所以喺呢邊就是山神見面嘅時節呢啲。我哋講係啲訊號用嘅，嗰時候有個部分嗰度朋友一天愛期待，而佢希望講，即個係唔係上山以前都會見面到過，到底山神也拜不本係乜嘅名嘅？真係講而家山神市面山面係乜嘅？我喺山面係水牛，仲有水牛，對天嘅多簡單。嗰時候嗰度人講，然後喺山神市面神名。仲有人其實佢參啊，一當人因為係騙人講，但是因為講我都出嚟做出價，但是有時咩人都講，山神只不過我哋一個名啊，騙人還是實行，嗰時候也係所有人因為講佢不可思議嘅一件事情。挺特別嘅地方，比如講，我哋要啲幹部，而做苗頭調，個同學作為10個人，唔前去太湖山之前，結果。而佢嘅日嘅發通山神市面嘅時間，學生咧佢嘅
党主20条已經先處3名處喺度，嗯，喺度幹部留到安部頭人去處，結果伊處一個3省市民，伊處喺去，以後嘅3省市民都揾到沒有投掉，哦，所有嘅人嚇嗰度威勢嘅講，嗯，我有安尼嘅情形發生，哦哈，一個東西佢從見怪不怪，嗯，我哋咩有一班，我哋要邀請一啲貴賓來，而喺台灣做一個用藥杯。哦，係做用一個一個調查記錄，呢個有名。結果伊一擺有幾批就係嚟太湖山，結果同樣當主頭喺度學生朋友，處喺度3省市民以後，喺度工作人員幹部安部頭，伊處喺度3省市民，結果伊處啊好，咩處到用一杯，用一杯，哇，他個人他嗰度威勢就講，用我有安尼事情發生，用安度好嘅事情。我說變成今個所有嘅參加朋友，佢期待3省市民做到本人白嘅命。當然，嗱嗰度人會講，哎呀，佢種仲係本人嘅角色冇用啊，好。但是叫人努力3省當時做乜我本人嘅命。這個係潛一個名嘅意義喺呢。係啊，啊除了佢去上當過3省市民之後，我哋下來剛公益隔天還有安部頭，係咪還有其他神奇嘅法度？當然嚇，因為後生朋友佢總是都講，一個安部頭，他可以去別強下嚇。嗰時候我哋會必定嗰度接觸，必定要比如交流晚會，交流小隊聯誼，另外都講天意這樣頭，第3日這樣頭一睇做，我哋會有時光寶盒。之前有個時光寶盒，時光寶盒我哋第一擺朋友嘅發動嘅時候，我哋都設計講，50年以後，台灣人在規嚟潛入嘅50年前，用嘅啲時光寶盒嘅太湖山，那我哋講，我哋即係做環境教育，如果囤咗啲東西標嘅太湖山咯，嗰時候我哋後來都改講，明年我哋用去年嘅一度學生咧留嘅時光寶盒，而佢出的紀念嘅東西標嘅時光寶盒地方，還有下一屆學弟妹去替他請出來，再帶下山來，再搞本一度學長節，有個部分人喺嗰度學生咧，我去期待，如果以樣樣去請到入嘅時光寶盒，按多年來看下來，只有一點人請得到，我請得到，係，日地不有嗰度佢神奇嘅事情，一定有一年，因為颱風過後。有個時光寶盒居然曬微嘅，冇睇原本地方。錯，因為整個嘅太湖山嘅體型改變關係。有啲學生去見潛唔到，我哋咧工作人員去潛嘛潛唔到，因為當時表演嘅時光寶盒幹部3萬人，佢哋嘛去潛唔到。從強陽路潛冇。嘅時節發通繼續進行，但是如果有下山嘅壓力，時間會多嘅。一陣我哋啲重量都講，咁冇安尼，他人跪下來，他人佢全程喺度講，拜託3省，拜託3省，係咩幫我哋簽到，我哋一個任務那話都做啲搞接，結果他人跪下來，他人嗰啲佢全程咧講嘅時間，300行有粒石頭，對300行我哋滾下來，他人因為講，從來都冇發生呢啲事情，做乜佢幾粒石頭幫我哋滾下來？結果係聽人講，也係咩有啲墨嘅標識，3省嘅標識，聽人都對佢方向去潛，結果你對於個石頭滾下來嘅地方，你其實潛到時光寶盒。哇！真是很神奇。聽人談到，有啲我真是會起雞毛皮。佢神哦。我談講嘅故事係潛到嘅時光寶盒有冇？有接受過我哋3省嘅祝福。佢下山之後有學生嚟講，佢考試有冇？佢本來佢有考試嘅壓力啦，佢下山考試之後，真順利，因為佢有簽到嘅3省嘅祝福安尼，有聽講安尼嘅講法哩。係啊，我哋咪一啲不成文嘅規定啊。如果每年簽到嘅時光寶盒，每年都要退8幾來啊。但是我哋第一啲背包10個公斤，結果人嘅時光寶盒睇加起來有咩1公斤呢？但是8年，你咪講其實唔會搞佢重樣嘅，也係咩啲佢神奇嘅地方啊！我哋下咗驗證咗以後，其實我哋都用一個時光寶盒，俾一啲學長學弟做一啲傳承嘅一啲經驗，也係一啲工作。嗰時有個部分其實嗰度家長我到現場嚟管理嘅時候，感覺到呢個嘅青年呢，真係企業嘅發展地方，佢得到自信，
伊得到一個團隊合作，我用伊同他個人團隊合作，伊得到個新年嘅一個改變，也係對目前見到嘅後生朋友嚟講，佢難得呢啲一個發通啊，也佢難得呢啲支持。唔過攰到下山攰到縣政府之後，同個海報有一啲發通親切片好錯冇？我哋咧活動海報我哋過去其實佢搶手，像他人看到畫面呢一種海報唔講係表現20人，去一屆都呀，去一屆都更加啱保存嚟講我說，所以參加人如果希望個自己擁有自己幾間嘅一種海報，因為當個有簽名，係有所有嘅參加嘅人咧簽名，也唔係講冇參加嘅人就可以簽名，做唔得。嗰時候如果變成一啲珍藏，也係對一啲證明嚟講，要去北個太湖山。其實最重要嘅，嘅人哋後生朋友最關心嘅，就係講用嚟報名，報名有乜嘅條件嘅限制呢？好，睇下有點太湖山成人年，我說我哋設定一個成人咧，條件如果18歲。到20歲，當然啦，我哋希望講唔好有遺珠子，喺度講加1歲、加2歲，然後嚟報名。差1-2張嘅人吧。另外都講一個報名嘅資訊，因為而家啲後生朋友，大部分都會用電腦、用手機嘅，嗰時候唔可以上去一個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另外都講我哋有大武山成年禮嘅官網，如果對於一個報名期間開始，你可以上網報名。春節資料寫嚟，你可以點以後都可以送出來，我哋後台可以接收到人嘅資料。當然，你講冇方便，你也可以去拿個書面報名咧，彈一下，或者是你有這樣很多朋友，你就拿彈咧過來出來寫嚟，嘛可以。唔單止喺高屏地區嘅，其實我一個朋友也可以嘛。我哋每年都同樣分享，全國嘅朋友，甚至於國外嘅朋友嚟參加。我哋變成他又可以互相咧學習。也有後生朋友一定個希望安尼啦，因為講他個人唔係講能喺自己嘅框生活圈子裡面，而為可以接觸嗰度其他嘅學校咧，還是講其他嘅專長咧，還是講其他嘅思考嘅朋友。哇！有個太湖山成年禮實在真有意義呢，唔單止係在地化嘅活動，更加係國際化嘅活動。北一座山，不如好好認識一座山。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哋太湖山成年禮哦！今日請感謝曾大哥來到現場分享按精彩嘅故事，介紹一個活動。好感謝主持人感謝一個好朋友，他有冇記唔得嚇？我哋報名時間對2月1號到2月22號一段時間咧，係我哋報名嘅時間。歡迎大家人請我嚟參加太湖山成年禮。好，爬山之前咧，要好好運動一下，馬上聽到老師嚟好好培養體力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親愛介紹，我係黃真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自己導演屏東會會，一篇係紀先生，一篇係陳先生。今日要同觀眾朋友介紹呢係英文運用，英文運用呢係對我哋嘅兩國、我哋嘅眼神用嚟訓練我哋調戲。幫我哋平順好一個好水木，更加觀眾朋友都聽我哋呢兩隻腳稍微打開來一些。而家觀眾朋友聽我哋做呢，首先呢我哋呢兩隻手拿放起來，我哋呢眼神向後背一些，兩隻手喺我哋呢耳光邊，也係吸氣。數多陣嚟眼神打出雙手拿到眼神係都有隻開始係頭氣，我哋慢慢嚟順對我哋嘅眼神落下嚟，對我哋嘅大腿嘅內側兩片身後長出嚟都有隻耳光邊，都有時間要注意下，停頓一下，我哋用吸氣嘅動作慢慢嚟行起來。都有時間，我哋嘅手呢唔好再拿到頭拿當行，眼神打出來，當我哋嘅手
熟入來過後呢，我哋係頭起同起頭頭出來，本我哋呢起頭平順過後呢，我哋呢會好好啊度樣，一水木因為更加人歸檔，唔冇吐水木嘅嗬，啊利用我哋吸氣頭起，比如順呢時節，我幫我哋頭起呢會順暢，也係嘅嗬，慢慢嚟係以喺度延緩運用。我哋都有我哋呢樹根放起來，吸氣，慢慢嚟嗬，都有注意。吸上來，我哋呢樹根唔好同意，我哋呢眼神打出來，都有。我所講同觀眾朋友示範講啊，我哋要注意哪一點？要注意地方都我哋下去，我哋呢時節嗬，我哋呢樹，我按嚟嗬。注意哦，我哋呢樹安尼，我哋呢樹節冇變數，喺我哋呢樹節要打平來，嗬，樹節打平來，都有時節樹根呢頂我哋呢耳光邊，耳光邊呢，有，嗬，有啲人會拿放起來，有啲人會變下來，也要注意都頂我哋耳光邊，做乜講我頂我哋呢耳光邊，都頂我哋呢耳光邊，我哋呢腰骨同我哋呢兩骨，那會順，那會平，嗬。同我哋兩骨綁出來，然後呢，我哋呢眼神打出來，我哋呢松樹下嘅時節都要注意那一點，注意我哋呢腕關節，如果要腕關節，我按嚟翹起來，冇翹好係平嘅，順住我哋呢眼神下來，對我哋呢大腿內側都有時節注意，如果人聽唔到按下唔怕，注意我哋呢頭拿，如果人會按嚟哦。安尼我哋呢頸頸會折動，我哋呢頸頸會多過後呢，頸頸會唔爽快嗬，所以我哋呢頸頸會下去。個都有我哋呢樹節，我哋呢樹節有人會缺嗬，都有時節，我哋有人會安尼唔好發吐順，我哋呢樹對呀就順嚟發出去，順出去過後呢，我哋講啊，我哋用吸氣都市狀態嚟慢慢嚟放起來。也要注意地方，有啲人唔咩，有啲觀眾朋友會安尼，嗬，頭腦會安尼我我哋呢頸頸會安尼放起來，嗬，安尼放起來注意我哋呢頸頸磨損，頸頸有壓動，我哋呢頸頸喺壓動呢，我哋呢神經會無法度順受，也係我哋講要注意嘅地方，嗬，觀眾朋友注意嘅地方嚟講係瞬間呢，我哋嚟做嚇。順嚟要做呢，對講我哋做嘅時節，我哋向後思維咪向後搬，注意地方都講啊，我哋呢頸頸，我哋呢樹根，有啲我哋耳光邊嘛，我哋思維咪向後搬嘅時節呢，我哋用眼神嚟打出來，眼神打出過後呢，我哋呢松樹熟入來。腕關節變鬆連到我哋呢眼神慢慢嚟順下去，我哋呢大腿嘅內側順下去過後呢都一樣，我哋天天嚟順到都有時間，我注意我哋呢腕關節同我哋呢頭拿頸頸有扭放起來嘛，頸頸喺扭放嚟會對造成我哋呢頸頸呢兩骨磨損，所以要注意嘅地方都一樣。我哋都唔是樹根在拿上去，我哋呢眼神就打出來，眼神打出來過後呢，我哋呢樹都純熱過後呢，好慢慢嚟順呢，幫我哋呢頭氣順過後呢，你講下讀啊，我哋按補頭讀個河水。觀眾朋友也嘅呢，係我哋兩隻腳出學嘅時節，兩隻腳打開來嘅。我哋話一個過程嘅咧，表示講啊，我哋呢眼神做鬆嘅，我可以做嗰兩隻腳合潮過程嘅咧嚇，就變腳。因為這過程嘅咧變腳呢，有人一企喺度呢，會搖搖晃晃，會冇穩。我哋訓練一下我哋呢中軸線呢一個平順嚇，所以更加我哋強樣以運運用我哋用呢兩隻腳合潮嚟檢查一下我哋呢眼神嘅平衡有法度，兩隻腳平嘛。
咱两只腳夾手的時節，又再有法度做安尼嘅動作嘛哈。觀眾朋友聽到咱來做看咯哈，來檢查一下咱嘅眼神，有法度兩隻腳夾手來嘅時節，再可以企嘅安裝，再可以再做得到安尼，講啊唔係搖搖晃晃。我搖搖晃晃咧，都表示講咱嘅眼神左右無法度平衡。無法度平衡，會造成講咱行路嘅時節會一個一飛吼，無法度去平衡咱嘅眼神，所以也係訓練咱嘅種眼神嘅靈骨有張望，咱嘅看得下有法度表上來嘛，也係靈骨嘅一種嘅延長嘅動作，幫咱嘅靈骨一節一節表上來哈。表上來一定要注意嘅地方，都係咱嘅頸肩、咱嘅腕關節。咱嘅頸肩同腕關節呢，有表上嘛。講咱嘅靈骨有一節一節下去嘛。咱嘅靈骨一節一節下去嘅時節，幫咱嘅慢慢來幫咱嘅舒緩咱嘅眼神嘅動作哈。眼神嘅動作讓嚟慢慢，讓嚟順。天呢？咱嘅頭氣愛順，咱嘅頭氣係順呢，咱人就會輕鬆，人輕鬆，人都唔會引發脾氣，眼神嘅偏痛都會過少。觀眾朋友，從來講嘅呢，要注意嘅地方有想到嘛？注意嘅地方呢，就係講咱下來嘅時節，咱嘅手棍、腕關節，講咱嘅頭囊有變強鬆嘛？咱嘅頸肩有順嘛？咱嘅頸肩無順呢，我注意哈，注意講咱嘅頸肩有壓縮到嘛？喺壓縮到嘅時節呢，要注意點啊！咱下去，咱嘅頸肩唔好安尼哦，吼，手棍唔好安尼，咱安尼順嘅下去過後呢，咱嘅頸肩變上來，慢慢嚟上來。咱吸氣嘅時節呢，唔好真太力；吐氣嘅時節也唔好一下就下去。所以講，咱要做嘅時節要注意吼，注意一點到吸氣同吐氣。咱吸氣順，吐氣也要慢，所以吸氣順，吐氣慢，也係一種嘅本來哋用嚟一覺到天光嘅一種嘅好睡眠嘅地方哈，要注意啊！觀眾朋友也係一種嘅誠意的哈，今日嚟做連環嘅動作，連環動作第一咧都係咱嘅腳打開嚟，腳打開嚟過後呢，兩隻手壓行起來哈，咱做第一咧連環動作啊哈，觀眾朋友聽到咱嚟做。也係打開腳嘅，今仔日個誠意咧變腳嘅哈，也係再一次連環動作哈，咱再做一兩下來哈。觀眾朋友啊，咱
通常呢，以往弯腰都做得到呀，希望观众朋友听下哋好好啊来做，观众朋友我哋下一次哪来了？